各位老闆，好想喺香港巷到極具潛力、收入穩定嘅全幢物業。今日為大家隆重介紹灣仔洛克道啟光商業大廈全幢，地盤面積約2067平方尺，總建築面積高達31000幾平方尺。大廈樓高23層，地下及閣樓係商鋪，1樓至21樓現時為寫字樓間隔。呢座物業坐落於灣仔及銅鑼灣地鐵站旁，交通網絡四通八達，依家正係轉型嘅黃金機會。現有寫字樓每層可靈活分間，極之適合重新規劃，改建為近年最受市場追捧嘅高端學生宿舍。生活配套齊全，內地及海外學生租務需求強勁，回報絕對比傳統寫字樓更豐厚、更穩定。物業將以現狀連租約形式出售，市場罕有，商議發售。想搶先發展全幢學生宿舍項目，即刻聯絡我林先生，了解詳細資料，把握呢個灣仔核心全幢嘅投資良機啦！